扑機架落落去。我只開，我唔係我鳥到啲後尾把刀都起㗎，呢度啲咧後尾啲到啲刀，但係佢就拔落去。sorry， 歡迎啊，歡迎來我邊度學緊節目，即係禮拜我是第二道滴度。誒，我能講一半點鐘啊，未記錄掉咪嘅，特別即係禮拜咧，我想無掉講咪話題，所以我試下講啦，想掉就殺就講嘅啦。但係是你有你 topic 可是實在講一個話就講了嘅嘛。但係講到就有件事，但係我講到是即係紅下喙誒 iPod 有咧on 閃 on iPod 可能偷睇佢，對紅下喙。咪去幾話啦，激心啊！你講好啦，好。做咩事碰見佢呢？可能偷嘛 ，arm rock 嘛。arm rock 又情堅啊？對啊，又 shotgun。喲，แล้วมีแกลูกก็ทำบาลังก์สิ佢รู้สิลัง我搞位 driver 呢。哦。tapi in fact 唔是 rock 乜事啦，伊 rock 貴掉就迄路搞樣經是 one way street 嚟，所以後尾車架了咧。內西架了無限走嘛，所以樣 block 迄個路，了見一個車樣嚟偷咯，了有人嘅人嘅樣嘅車吼，樣就走咯，了我個進來啦，我嘛是我 driver 教我講咪走咯，樣係咪叫可以人咯，所以嚟我車係是伊也請嚟卡我門嘛，所以嘛是講伊係 foreign currency，了伊係我嘅 notebook。แล้วใหญ่ว่ากิมว่าโน้ตบุ๊กว่าตัวถ่ายดาวบุ๊กหรือว่าก้องโบ咯แล้วก้องว่าโบยากิม咯所以มาสิเชียวว่าคุยเสียงกูแล้วเชียวตัว iPod 啦เสียงกูแล้วแล้วขอ iPod กับว่าแฮนด์โฟนเนาะว่า Motorola แฮนด์โฟนแล้วถามกับโลโก้ลุย咯哦你想都是 tourist 啦冇你講上面說我車有寫公司名嘅嘛所以樣就講即是個人就都有 foreign currency 嘅嘛，所以一直車我問我真正地打，我 driver 起行計講，我這頭嘅無，伊講無嘅物件就無了，特別伊邊仔迄邊嗰一個嘢，嗰個 machine gun 就嘢請來去講伊頭，樣佢講掂，尾物件你咪去插咯，咁咪講你我計講起行嘛，你超就了就無了嘛，แล้วว่าอีกอย่างว่า wallet ที่บุญแล้วแล้วเอาไว้เอาไว้หลังลายแล้วอีที่ถ้าโดนยาเชงโดนแซวไว้咯我做ว่าหี啊ตัวจะช่วยเป็นกำบาหี咯喲อีกอย่างว่า哎呀撲機㗎啦快啲做嗰邊嘛แล้วถ้าปูจะเสียงเราเท่าเดียวกรุจะเสียงแล้วรู้ไอ้ตอนกินได้แสดงว่าเสียงตัวไปก้อนมีอะไรหรอแล้วเขาพาเที่ยว個人拍槍啦，對哦，แล้ว我講嘅新嘅事啦，ใน電台有啲攞半整嘅事，誒邊啲學件事冇 set topic 嘅就係，咁嗰時開麥就是講嘅就講嘅時候就係講咪就講下咪嘅，因為往時拿變都是 topic 嘅可能，所以即係你反正就讀啲邊啲學件 classic 嘅啦。是冇 set topic 嘅，上大講咪嘥就講嘅。特別即係紅樣講到特別阿媽多嘅話，每樣攏正神擺嚟講數，肯定我講拍槍冇嘅講冇嘅講正神擺。แล้วลองน่ะสิ我特啲 live forum 咪就會聽下咪 topic 啦 suggest 啊邊啊嚇John 係咪 drop his 咪 the first kiss the signal house 係咪วัน啊咪就講咪見講咪John drop his 咪哦我撲機啊！撲機格啦講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รู้幾條一日情幾條你而家要成情哦？你講你而家把戲係咩數？伊成後尾人，特別我戲啊嘛。哦，伊成後尾人有成事哦？冇看到阿妹。哇！你咪是客家老斜曬緊張咯。แล้วทีนี้ after that ก็ตาไก่ก็ลูกอย่าว่า wallet แล้วลูกอย่าลุย wallet เห็นว่า wallet ใส่หรอ你係講下莫話
啦，伊舊講我冇話，咪就係講我冇到啲咯。我講you take my wallet, you take the money enough ready 啦，you tell me my wallet can not？ 你個電話喎，你個hình luôn à？你冇計講，哎呀，the iPod 啦，I want the iPod，give me the iPod，I give you the laptop on the back。你個問題咧特別冇啦，驚得我驚老細老趙啦死到。你一開清啦，伊到底你邊邊開清嘅成後尾人。有啊。這邊屬於人走嘅屬啊。一樣正大聲嘛，所以我魚啊正水正就正平嘅魚啊嘛咁咯。啊。แล้วรู้สิมสิรู้บ่เตียวใช้แก้วไม่ใส่คุยเชิงสิรู้บ่ใส่นุ้ยเห็นน่ะ有咯，啲點調真啲調起來就咯，都講住咯，咧而家個爸爸啦，都講啊，都而家個爸啊，特別佢叫人叫你話咧，啊，對咧，嗬，佢講講，誒，你情我咧會翻咗，我個就你處人冇掉，我個就你冇實參處人，驚死哦！嗰個台灣處人唔制啊，唔係講啊，我冇計人講啲，哎呀，死人咗好啊，當然出來啊，放出來啊！我嘅咪聽好，本來我見到咪介紹，本來我見。問個人講你是住啦，你是紅卡吹住仔，你是紅卡吹。唔知咪剪你先咧。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เราปะลังมาจู่ๆญี่ปุ่นเอาอีตัวเหี้ยปะลังเรา有成日掉拍車嘅經驗冇ลองกันแล้ว冇啊阿玲不看個人掉拍車是看不自己經驗過有拍車冇喎冇啊正三拜當我沒話鬧日本鬧伊是蝦米物件，我經驗過嘛？日本鬧伊你捌掉正，唔是你捌掉你捌掉拍車過哦？佢冇即係話咧，唔係拍車唔係，我覺得可能利用佢。按照利用下講，利用是咯。嚇，即是我做工嘅點先係事咯，下估個拉隆坡做工係事咗。我咪迄個頭家下晡咗，就我是講朋友嚟嘅就先咯。แล้ว我咪是做工要佢啦咗，แล้ว就過放工了就是講到食咩啊，我咪是摕四百咯，แล้ว就白餅去食dinner啊，咪是幾人份啊，แล้ว就過伊晡就上線我嘛，因為我佢是朋友嘅事就，แล้ว伊姓安咗，就過就是講我食了時啊。伊當時幫我對啦，但是伊講後家你就是成對，伊講我有物件做過安尼款了就，了就到啊，我換對啊面啊，咧伊幫我去嫌伊講我甲伊翁有路咯，你知啊？嗰個成有就，了到尾時哦，咪是幾若刀就過伊翁來換對，伊時來點先是無핸폰過嘅，敢若有出來電話呢，你知啊？咧當時卡電來吹啊面啊。咪我講我冇嗰啲我唔知啊！你講有影無，直直問嘅呢，會就。แล้ว伊臭查某啥物啦，哟，แล้ว到尾時哟，伊當時你都掠到，會就，伊當時伊味到伊嘅衫有香水啥物啊，伊到底來找我物啊，แล้ว到底來比我嘅身軀看。好相比哦。無啊物，伊真係來食安尼款嘅啊！佢差唔多2年幾啊，伊continue安尼款了就伊翁是有說伊，我唔敢講啦，因伊也是我朋友，咧都一個是我頭家來，我乜哪敢講你講對唔對？咧有一時啊，伊起來 office 位嘅時候，人嚟面前嗰啲即個嗰啲我嗰啲嗰啲啊，伊打我喎，要冇？即係打我就，伊講無錯，我當你是朋友安尼款下，你會甲我翁嘅有路，又咪是幾啊？即個我是知伊嘅翁嘅底，但都我唔敢講出來，明白個？一邊是我朋友，一邊是我頭家來。我講我頭家，我就談過了，我無工做了，你講對。你為咗朋友，我就按照講為頭家，我為朋友好，我都唔敢講我行，即是人紅波數來，你講對。好嘅時表見，無好嘅時候，等人落啊，對個了，我唔係講啦，是唔是？這個物件對，嚇。哇！伊把我呢款嘢又，了伊會上紅啊！你看丟間呢款嘢哟，我嗰啲嗰個車間突然上咗我就，了係頭家哟，伊呢個嘅呢款嘢，伊直直去殺伊幫伊講無咧啦，我啦對咯，你啦說，哇！伊幫咗我起紅，伊紅係咪confirm嘅咧？我個車間對咯，我啲時間搞咧4樓直有路你呀，起紅咧，我就變起名我頭家咯哟，我講。我都試我背面啊！我啲時間都有咯，講佢就，你講
阿咪對啊，第四個路咯，對第四個我對阿咪物件，我你看你都冇直頭講出嚟伊百你啊，話你死伊。我唔敢講本，我都唔敢講本。伊就話我你物件，你家己家你講啦，你咪說笑我嚟鬼橋啊，我你看又就。我講我無啥無事，我無做我下，互你冇辦呢，我又見人面即個打看着我呢，就。你嗰啲時啊，如果做咧啦，伊直拖我對又就。你嗰啲過得落曬熱啊面，嗰陣時啊，咪是出黃咗咯，無乜食啲就。你咪是我人下嗰點時啊人樣，伊係累嗰陣時 cash 嘛，要個機皮攞教學累嘛對。你人打打喺度夾啲黃啊，你就啲咩夾嘛，都10% 嘢好啊。我想都冇攞個大包啦。干鳥咋？人哋覺得第個咧上級大包，但係我10% 鳥咋？你講到佢係冇咯，我啱啱數喂，嗰啲個咧大人啲話個咧話，成班啱數緊我緊啊10% 鳥啊冇咋？如果咪個路邊個為公司㗎講你講，你咋？你咋？因為路邊個為公司，路冇打架超對我人。意思是講伊個數對唔對？唔係講我冇其他個學要 understand 咯，你知啊？那我都心諗為公司，我冇諗呢個為公司，我冇教你冇打，我冇做就冇行，是唔是？是啊，你都冇冇。你按做你阿妹個計做啊是頭咪做啊？因為起行嘅嘢都有，我講為公司為啊咩公司？我講公司物件我就做嘛，我就是派嚟物件，你錯識伊，你話你我搞掂嘛，啲物件。我講我買細路買卡包學路，講你路嚟學我10% 咧，看到我起行嘅咋？如果路對佢in the company whatever happen，我是我係 private 物件都別使講出來本。我講都冇講就關行，是唔是？你幫嚟把關呢？看你路都搞你講你啲搞乜部羅咧講你啊？一起行啊，嗰時而家10% 嚟累啊，加上掂佢追佢咯，加出去門口咧就加出去啊，來對啊，嗰時候。我唔敢問，我係累10%，多堆嚟，面對。個堆堆嘅地堆堆。你睇下10%冇，只800蚊冇談10%交嘢，你先出嚟會學好。那都推佢橋就對啦。你快啲教你。誒，我得我妹。我妹看這裡這裡咩啊？劍湖劍湖裏面係咪夾講喎？八隻。Actually 我是本身人冇釣過啦，但係是聽朋友嘅啦。拍槍還是可能你？拍槍釣，伊馬釣人拍槍，但係伊冇聽到，邊個見到聽到咩笑話嚟講嘅故事。你問講咩啊？你問講咩？伊是今年釣呢啊！今年我對去檳城嘛，對去一個節了冇出來啉茶咯。了你在唔知係講大陸話喎？免啊！伊講我平時喺檳城做工嘛。了伊 mother 呢個伊嘅 sister，伊 mother 是一隻白，我拍伊 mother 本嘅。伊 mother 人隻白白白白咯。了有一隻是伊帶伊查我，就是我查我，以前查我是我 friend 嘅 sister 咯，伊嘅小妹。伊小妹是我在。小妹，伊小妹是珊珊，是誒。了自己是伊帶小妹去一個所在咯，所在吼。了伊媽的會在迄個所在，喺度拍槍喺度，就拍槍喺度。多邊啲人會在迄個蝦米所在就拍槍。了伊帶伊扛伊手嘛，過街路嘛。你伊媽的安怎咯？伊媽的吼，這是我朋友講，伊媽的佢講嘅。伊媽的會在講迄個就拍槍嘅。了伊媽的寄啊，迄個伊嘅 handbag 啊，係到 plastic 落入邊咯。係 plastic 落面寄咯，按看嚟講，意思講擦看唔到咯。而家我嘅老師嗬，寄幾攞度，紅音你，我俾你，你可能拍超起度，而人項目都係人項目都超起咯，超起唔知咯，幾攞一個可能，喂 plastic 冇地幾咯，了一張咯，嗬，了 that time 嗬 because一張下面呢，肯定講得真好笑。然後我 friend 冇同我講咯，我講笑我不多條，我講我 friend，然後馬上伊媽都冇 call 伊檳城，因為伊檳城伊就花車過去咯，過去北海灣。然後我朋友學計問伊媽都講，哎媽媽，你就拍車，你做下面呢？你做下面？伊媽講本主理。我笑個把多條，我朋友講死。你講完啦喲？你講完啦玩啊？係講本主理咯。
我人笑，我見到零時間嘛，跳不到。你做乜事？即一碼是做先生啊？做咁咪做？我就是實際 shopping 呢，你一出嚟找我嘛，你有可能本主任看到哇，即係好聊嘅人啊，有 mate 嘛，就就是一找我是 mate 嚟嘛。你講啊，我跳咯。美國人你講人哋肥嗰種。我笑個拔刀跳，就是我唔敢講，我唔敢講出嘴。哦，不笑啊！特別一時嗰邊真係去加隻本主任嗰邊加隻 robbery， 加隻人叫 rob 佢咯。你問講得正點？你講得正酷咧？啊，這個酷啊！一真係出名嘅，都北海為朱魯這個叫咩名？新係咪？我唔記得叫咩名？這個加隻 restaurant 加出名加。嗰邊呢，我當嚟是嗰邊係咪叫啊？都定嗬。啊，對，我都是對。嗰邊加隻，我可能就是去嗰邊嘛，去嗰邊gathering 隻物件，你講嘛，講到嗰邊丟嘅。本主任是嗰邊。我媽咪掉拍槍過就到啲中路，唔是中路，嗰啲檳城路那邊檳城路嘅邊亞路啦。伊就行出來，到啲外伊嘅店咪行出來，行到啲出來嘅咯，為咗彎入去嗰邊啊路壞路，我行起埋車咯，啊就行掉，我行到內，你知我行一太內，你知人買內啊，然後我行到一太內，然後我抹到啲頭前，行關回頭前門啊，然後後尾我看到擺來啊，是坐到擺邊啊，手呢掃啊嘛，誒 handbag 嗰陣。然後我買劍，安尼交代手嘛，所以拖咧規個 shoulder 嗬，規人劈落去頭殼，你知道？一邊拍落去，然後劈落去頭殼，然後我看啊嘛，除掉，然後佢叫我到頭前去。然後我講哦，我講，我叫我爸到頭前，我爸我行去車殼，我伊頭前去，我叫佢車爸，踢你啦，我叫，我講我未胡啊，超我見到女咋，然後我唔知尾兜係超係罵個好，還是被走去對拆一攞隻擺就拼去啊嘛。哦，我直頭搞個女見女，我個寶啊，我個見掉啊女。然後尾時我放去，我無去對啊。然後時就特別我講聽老媽掉拍槍過嗰時，你成日這你真係杜爛嘅就，你看到嚟拍槍你頭就 especially 成日你罵是住住啊。你看到時我真個ram嘅就，你成日你規個身軀上灰被倒去，然後我是那是好我掠到樣，我是活死。少活死嘛。你成我可以就倒嘅。啊！上快你只上濟物件咧，我唔知我一頭一項是上到是死我嘛，我看到我嘛，規人一規邊到啲頭殼裏咧除掉去你知道？然後就是驚講死啊！唔知面人真係扣掉啊！一個無一把鏡破去你知道？一把鏡，特別皮康我無扣掉喎，把鏡破去，但不咧是伊個手機頭先降掉咯，特別一邊個無扣掉，無留去無幫我個仔，嚇死我咯！然後兩個就拍槍嘅故事，但是那是冇嚟講我嘅叫是啊，即係阿玲都冇拍槍嘅故事咩？你度鋪底就只隻嘛？我係 friend 掉過咯。安怎？咪是摩托車嘅咯，因為迄一我係 friend birthday 嘛，然後往去伊厝面咧要去食嘛，然後大便單，喺徛大路邊，迄邊嘅路唔是講大路嚟哦，是甲下面嘅人嘅厝嘅外口嘅路啦。所以徛到迄邊，你嘅 handbag 一定係到伊嘅外口邊咯。摩托來 Q 伊有知無？然後伊講起們表講，我唔知係咪屬於我大去另外一邊講話嘛。所以唯一是我看伊大邊講嘢，你看我問伊，你講個無個在講可能超伊唄。我時時看你唔知係咪數本嚟發生事啊？好彩是伊無拔刀無蝦米哦。係啦。無拔刀嘅後，個拖者有個是成本頭擺布嘅嘛。拔到一個拖變咗接個棍柱啊！死人嚟，可能冇達到。係啦。我就笑我是驚咯，看到阿媽咧處咧，其實 rocket 咧就頭啲頭殼咧趴了橋就，然後確定時間對處時間，伊手就靠掉啦，伊手會一邊咁快啲，手會咧手半，你喺度指對頭殼靠掉一步。特別好個仔本是大樹，本是水無樹啊，然後呢水起來，不你想話講到頭咪佢個時間啦，就。一四字嚇咪頭踢啊！伊唔是拍槍啦嚇頭踢嘅。喂，指大 USB 嚟嘛，嚟嘛就往去行咯，嚟往嘛去嘅，慢慢裏邊嘅上暗嘛。
但一間你閃嘅啦，唔是你對面嗰另外一間，困好了嘢啊！我別下困好你嚇。我去邊嘅後了，我別睇情 A 之嘢嘛。對。我係 sport shoot 嘛，係到講頭。到底了？我出來是 A 冇曉啫噃。是啊，啲時候慘啊啦，冇 A 情啊冇 A 情對處啊嘛。我係 sister 冇會話，我係 sister 上次有一邊，然後我係冇會幾聲嘅真係冇。然後我徛到邊，我裝唔制啊，然後你邊面去邊就一搭邊面行嘛。然後邊嘅人佢話咧，就教我講這班佢只有人頭睇，我咧去隨好啊，我知哦。一隨到呢隻人喎。哦，隨到你頭睇 A 人啊？哦，你依個喺大灣嘅面整嗬，你每是唔是啲頭睇往 A 嗬，你拍腰制哦。有。即係依個成家半球冇拍喺入邊咧，你講我就中意咧，講嘅理念。你話佢計個盲拍咧，盲拍。了，阿妹再再留嘢都看到啦嘢哦。阿妹有嘅，你咯，你頭邊度阿妹邊嘅。哦。你拍依家就去嘅，真係。有。本是直啊，特別唔使啦嚇。特別我講聽，啷就是查某時嘅 handbag，特別甲細字就冇到街路行是啊，唔通安尼搖啫啊。啊是你看到要要緊特別注意看後尾有物件哦。特別我是當然都買掉一擺下，我當然都啲街路，到時一美國到時夾咩啊？我行路是啊，我行物件 bag 是咩？我特別只注意，行到啲人面邊嘅還有劍暗咧，特別注意後尾看啊。我哋驚啊！講有laptop 啊面蒙係個超嘅。係啦 ，especially 人看係掉呢個啊，看係掉個死。我哋會乜班有講啊？是啊，人開啊。你都看未掉乜嘢？掉。依家個辦法到 scan 咗講有嘅都多你 boot 會嘢。哦，安怎啊？但係裝啊，總之就是講有人掉嘛，樣係度 boot 會。哦，你知安怎？有可能因為小人，因為看小人有。嗱，這邊你好真係笑啦！我要叫家長不得是你日本佬伊會笑埋講你個小人講話啦，特別是明明是你唔會會小人講。Hello，家長不得。家長就都冇笑。咩？笑點話哦？小人你個小人講話。做咩事？家長乜條拍槍過哦？拍槍啊？冇啦，可能頭睇 A 核啊。呢度本是小啱嘛。諗頭睇 A 別使個超驗掉咩？別使乜啊？美國接嘅就係頭 A 接其人嘅所在事啊。別使嘅接嘛，但係到未考有。出來試冇 A 啊。有試就啱咯。有點記啦，會吹口小人，然後每個你做咩事嘅小人講話呢？我講我做工時，我有一個 friend， 我唔知講我朋友啦嚇，我唔知講伊個小弟是小人嚟，佢伊做鐵佗嘅事啊，你係講等陣嚇，你借掉等陣你走去做伊物件係哦，你伊小弟走出嚟講話咯，你講話時啊，我講hello，計講哼係哦。伊就甲我講有頭無尾物件，你知哦？我直聽，我聽了，後尾隨伊講話，肯定帶尾你知哦。我咪對底咯，我是啊，肯定啊，我有解成平常 normal people 講話，肯啊。你我朋友走出來時啊，伊講你家住講話，我個你小弟咯，你有解講話咩？我講唔知啊，伊甲我講話，我咪解講話係哦。伊講我小弟小，你知哦？我是。咁就頭會，你個針是小嘅，小人講小人。Hello，未必啊。我知啊，你對看，當時我看伊對看隻天頂，我都看下面，我去問伊都知哦。你講，你看啦，隻天頂上有物件，我都知哦，迄個雲嘅位啊。伊甲我講，我咪對啲徛啲看，鬥看。對象？對象人看了，人看下面。唔知啊，伊甲我講都地鐵頂有物件看啊，我咪對底去看咯，看下面嚟背準到啥物哦。我人講冇半行嗰度看，我唔知哦，伊直叫我去看，我咪對底去看咯。你攏知唔知？頂到只有你唔是小人，有你是頂到我捌講過啊，頂到佢甲特布魯講過你成個攏知唔知？攏會記成個攏會厝，還是攏去學，還是到嚟特別看到像就幾間是小人，還是有時唔是小人，有你是成個在邊兩個你攏知，一間頭毛曬就牛曬，你可能一步啦。我知咗，可以千倍啊，咗嗱。
我係正喎。我正㗎，我見我嘅 Campbell Street 頂嘅哦，講啦，我見 Campbell Street 頂嘅哦，伊學一腳我嚟正我一隻喎，你上古山頭嘅嗰個，一正日本佬伊咧臭臭話喎，臭臭話，今日衰死配來配來嗰陣咗，即係係衰男嘅。個配戀啊！配來嗰陣，我配來嗰陣，正我咧有，我攞羅蘭都正啦。正我攞嚟作邊個？我係甩蛇了，所以小我真係正冇很橋啊。沒有被救，困開自救。誒，我日本佬你整都得咯。整我超啊！我整你似成你擺 set 嚟啊！嚇！以前學校去嘛，你我家下真落人行嘛。你無三無四行起來哟，變我行來嘛，面前我啦嘛是啥物咯？我一手來整我，叫我手落去，我個人掉起來要咋？你俾佢看下睇，配落下咋喎？喲！就做數啦。係咯，個臭臭話，甚至個掉以後唔知。個臭到晒，直接。當我睇是唔是時候水龜頭是情嘅時候食屎，你看一別打痕。唔好啦，唔使睇咗啲。你咯，成日日本人嘅，你看落嚟。我實日本人。你試個部去日本咯，是哦。啊未，即未嚟日本過。哦，即係每啲嘈都係咪嘈啊？嚇？以前華南是鄧人誒。伊生個鄧人哟，我唔知啊，因只垃圾垃圾佢成個哦。臭味哦，臭味哦。臭味哦，真係臭味哦！咁伊頭冇晒古聲，佢冇臭味啊！啊，你是你人家伊本來伊超嘅惡，你正我咧有，我係當時叫惡惡嘅喎，超惡惡。我真假嘅嗰啲喎，真假嘅咧。對，我直打回你就係少人嘅，打雷可能打雷啊，打回可能。我頂多看過我自己呢個啊，我嘅就是中學嘅即 friend 嘅。我中學我夠上中學嘛，所以我唔講。是哦，但係特你上就一看呢，讓他在他個小學之中。啊，發覺一看嘢咩真係好聊嘅啊！哦呀，伊學到時你看少特別好，那是要寫嘅咩嘅 question 啊，可以大嘅 blackboard 可以做，以後可以做。哦，會當寫不？伊腦這樣 clever 嗬。你 stop 不嚟會啦。誒，我真係叫啦，我真係你整咗配來啦，你幾病可嚟調，到日歲咩真係佢哋變可。係咪嘅？係咪嘅？講佢。佢嘅病可。會衰，我少人整，我少人配來。誒，讀白係咩啊？叫咩啊？白可是叫咩啊？佢白可是有咩去人講啊？人講嗰啲關於病嘅嘢啊。衰啊，拍燒錢啊，拍。哦，對，打掃人呢，拍先。你講我聽下，你按咗排啊？啊？你叫你寫啲嘢，然後你會寫แล้วอีตัวเสียเดี๋ยวอะไรอังกุนะวีทำอีกแล้วอ่ะแล้วได้เทเลยเดี๋ยวเราท้องเสีย出来แล้วเทเลยเสียวจริงจอังกุนะแก้วหันอ่ะ誒，唔是念嘅嘅咩？講嘅叫嚇。哇，唔知念啊，人勁。講好話喎，曉得講好話。啊，打你嘅小人頭啊！呀！打你個小人頭，俾你成世都暈豆豆；打你個小人腳，俾你又係都唔識着。哇！真係拔得腳都係打我啊！喺度打你嘅小人手啊！要打你嘅小人手，俾你有嘢都唔識偷。哇！哇！厲害啊！真厲害！佢將火嘅時候啊，將火燒個小人銀俾你哎呀死入面啊！真係講捉你啊！嘟嘟，篤啊！冇篤你嘅冇篤滿你，唔知啦，未記啦，真係。我這當時看戲我對嚟啦，我戲咗這落擺嗬。啊！一啲小講咯，我個這把時燈把看這小人啊，我未打閒呢啊！一小咧哦，你家己講話咧，我冇小人家己講話對嚇。你講話咧，成個有 double person 在伊嘅身軀內邊啊，未必啦，唔知人哋看到嚇。你往這條啲看咧，伊家己講話，
你往嗰啲掂掂翻咯，你講話你一直笑咧嚇，你邊嚟啊？伊甲你講話都知喎，伊講你聽到，你笑咧，你往嗰啲唔夾應你啊，你第一好笑就是一個 student 係人驚死甲要死啊，你咪邊嚟甲你 student 講話咯，你 student 人頭啊搭到胯下都知喎，嚇唔夾快啊，唔夾快，你佢嗰啲搖頭呀，是點解？我嗰邊打係完全個冇得停。點解是只我只見小人本 actually，even though 人講咪講成日有人成日掉即掉掉，你可能唔知 schizophrenic 嘅上面都唔知嗬，掉掉即其實即日本嚟冇可能過掉啊，特別是個人特別人我看到乜只驚，我點樣當見冇乜只驚。我見講唔知伊有能時起燒是大燒嘅葫蘆嘅咋，成個學這些人整就本導演呢。點解冇意思咧？唔要。好啦，講本咧講數嘢嘛，講本啊。燒嘛，伊心定啊嘛。แล้ว這裡咧這裡安卡村你捌拄過小人哦？安卡村。無想啊，日本佬依家曱甴砵地那款啦，是拄着看過了咯。你是在看到？曱甴在 Rex 的 cinema，你在 Rex 的 cinema 古代是頭前有一個小人啊。這裡阿玲都知嗎？阿玲都我 Rex 嘅嗎？我聽伊講先，我看我知哦。講下，安卡村講。一個爾啦，到 Rex 的 cinema 一個人小爾伊個殼咧啊，是黑色咧裂嘅。係你咪寫啲古西頭啊？唔是古西頭啊？當時古西頭啊。是啦，嗰邊冇所單嘅個 Rex 嘢嘛，唔是咩？我驚真會嘅，驚去中落日本。哇！你古西頭驚到陪住佢本嚟當時好叫有來人陪住佢本嚟大波。哦，依家真去。依個啲掉一個破啊了嘅。依個 split 那邊啊 split 起來，哈。對。呢個就重擔啊！你可呢咁一關咧。因就冇人插嘢啊！你冇人覺得，搖來個搖去咧，就是驚咁咋？即係何況即係睇個 van 我等係大波嘅咧，去到 M 嘛，乜佢大波一啲嘛。喲！有回事啊，要冇人覺得啊！搖來搖去，冇人覺得去看，我叫我皮小姐嚟看咯，喜歡看赤個咋？咁你看冇人覺得，嚟啊！咁你去看個大波冇人覺得成咗乜看佢嘛？因為佢垃圾你啊，唔係。因為冇咯，安怎冇人插嘢，安怎冇伊是冇厝人咧幫到叫來行啊！有人可以看，有人可以到啲地，伊可以看全部咗，你地可以啲個了嘅，啲軍事了。攏唔知是唔是上一間啊？有一間到啲往時頭幾關之後，到啲中落位，佢叫落走到啲我幹媽邊嘅位啊！幹媽咁大往時到啲叫落頭幾關，你看伊就嚟頭幾關去殺，伊往時嚟話即係話即係啲中落嘛，往時啊，伊行入來，我到啲講講，其實話即係頭幾關之後。แล้วยังกันแล้วจะไปคิดแย่เลยยังวันเจจะเป็นยังจะเก่งสิ想可能想古山是佢下面好咧，想學同有兩隻無你比賽哦，伊可能山，然後兩走去嘅山可以請咯。你買，伊都可以這邊可以請，下邊偷，這邊可以請，下邊偷嘅。特別係住講啊，未見講係有小人係，就養嘅未破病。係咯，唔好咩看啲人破病。我學個小人做啱啊。我冇看啲人，佢看到棍係咯，要學識咗冇看啲。你都唔知嘅嘛？你唔知嘅，你條監咪先叫你講咩？誒，這本老姨啊，我條監咩啊？嘿嘿嘿啊！我條監咪。我學個小人流皮咩？阿咗啦，因為你嗰流皮冇看啲人流皮，又冇看啲手。你必手一比起來，咁嚟制，唔制呵？流皮喺其他我嘅頭毛位嘛。哦，下掉個古西。古西直播，如果佢哋頭髮嘅幾年，佢哋幾年把死佢咧。係啦，靠我係死冇別就聽㗎啦，係。你一定當我人我係當那時你到但就冇啱咧，你有可能嘅，哎，我咪是到但就冇啱咩，我而家制啊，日本後嘢啊，佢就唔地，你嗰啲嚟港嘅會啊，我自己小人妹咪就咩啊，我知啊。啊，我知。咪伊特擺是到啲嚟緊行落嚟時，伊上一卡嘅一隻管咧，剛剛咧橋下跪上個一隻隻一下到啲江裏面咧，係咪嘅？哈！對，即係日本嘅什麼可能嘅咯？對，伊只下起來隻咧，伊行伊卡，
我細細行，我細細行就看。強了就。是啊。而家開隻腳車 A 啊，即係人。緣投啊，點解我聽人講真正緣投嘅？人講伊他個小魚。氣消啊！哦，我聽過伊，我聽到我講大一樣厝，我爺厝嘅名嘛，後尾名，咁我只驚，成時只驚，我咩來啊，咩來啊，河南人啊，你就河南咩 M 啊，名就係啦，河南你河南人叫咩 M 啊，你叫咩 L 來咩？我只驚就，伊特別伊個在伊個人外賣就，伊人外賣伊成伊特別有你成去走去㗎，伊淡薄下面，人講伊淡薄成個淡薄吉拉比娜呢就，成個。有查某嘅啊，佢哋查某嚟是水嚟，係俾佢創地嘅。你嗰時聽咯。時無真係講話並本來就是係講話，就係成個 normal 嘅嗬。伊拿嚟拿股拿小嘢啊。小你嘅嘢嚇，伊個紅一條路一邊小，翻到一條路，你翻到喺卡棍管咧，翻到跨。我上次咪聽嘛，你家幾年嘛，你家死呢，成個是未啊？啊，是唔知死啊未？我唔知啊，我唔知有死未啦。特別我先聽講，我冇看到伊啊，成時。我揸3年對佢是冇看到伊啊，冇看到佢。我聽講伊做咩事？我聽，我唔知就講我未記啊。你細漢時就聽到自己故事嘅啦，就看到只小人，咁就朋友嘅啦，就講係嘛。講細漢一定要伊未小嘅時候，直接引導嘅就，然後就查某就小嘢咯。然後伊唔知特別伊想嘅時候，唔知伊幫曬啊，何你小人食什麼就。哦。你時一個其實掉去，我唔知是接落來，每時基本上小淡薄啦，伊個幫曬佢可能知啊，你就唔知有影冇影啦，即係咱自己聽嚟講啦，人講嘅啦。係啦，係嗰陣讀龜頭小行咯，我唔記得。小嚇，小人嗰時讀龜頭嘅叫。係咯，我就驚。了即個劍湖咧，劍湖不都嘅小人咯。小人是無啦。小你咪都嘅話，我都過小人冇看到是有年冇都過啦。哦，看到啦，你驚啊？你看到小人你驚啊？actually 是冇啦 ，because 都冇做啊，都冇驚。你冇驚，我咪是驚，我咪是冇驚。講我咪是有一個，我是驚講我成小病，可能伊看來時就拍緊呼就死咪實踢掉啊！什麼？有啲小人是食歹，有啲食好嘅就係，應該是因為伊人嘅 character 肯定啊，歹嘅啊，話嚟拍你嚟做你係咪看？有一個咧就甲你講要把 story 啦，伊嘛就講甲你肯定啊。你我無安尼驚，我驚是成個特別我唔知本嚟你咪就係甲你講好，就哇就變隻打你條咪是唔知掉，你未講我是小人。我打都只係佢人講嘅。係啦，我叫嗰一間查某是特點話，即係英文是真好誒，伊講阿冇話就一等人啊，特別講 English 就，咧一邊哦，無硬嘅就，一邊即係在中落嚟本啊，一邊無硬嘅話，伊想伊唔知嘅人知無什麼，伊無伊想攞你啲脆皮入面無夾硬嘅時候，你話佢講阿冇話就。特別講之後，講嗰隻啊，講意思講唔知，講係隻大聲部，一部 volume control 啊，一頭就出來就是隻大聲咧講話，你是啲超，你講啲嚇，哇！一聽到讀不到誒，特別讀不到誒，啊！頂隻個特別魯我講過，一定能讀不到誒，一聲特別嚟後，隻讀不到過一成幾個隻讀不到，可能就一聲有粗大啦，乜講過唔係啊？超啱嘅歌數有，三不受影有。咦，成唔知冇搞，我唔知。真係冇硬肯，不聽過肯，真係冇硬啊！叮當，我是叮當王講咧，能去鐵土伊肯啊！哦，佢直啊哦，直啊咯你。即係我聽過咯，人能去鐵土伊啊，แล้ว講肯去條件肯寫啊，有幾多去寫咯？幾多去寫咯？你話唔得直啊咯？咯，我講 family 肯看，自己呢咯冇法啊，就可能。ไม่ปังอีชุดตัวมือเข้าแบบอีกก็จะไม่เข้าใส่มันนะ叮當時啊，即係格特布魯叮當我咪講佢就打小人嗰啲嘛，小人嘅時咪是格特布魯咪講過伊出嗰啲橋嘅底門就 can 咯。當白刀到底聽，我唔知幾時唔知到隻 episode 咧，等我從佢除掉。然後佢到底邊咧學見到 comment 時，嗰都冇聽佢叮當舊 episode 嘅時候，佢邊咧學見到 comment search 看有舊 episode 嘅時聽看。
即手柄佢就 search 吧，但你當今乜啷個就是要參往 Skype 講係啊多嘅話就嚟你 Skype 嘅啫，哎呦天光，我看到我個記啊，我去你 website 看到我個記出來先，我 search 講，我唔知講你就記一就 play 係有到啲 website 會，你就記邊咧 ？website 是 website 就記一就 play 啊，哦，邊咧看到係小人，這是小人拍槍啦，這個是不是？小人拍蕉可能老，可能精可能怕。我看過一間搭客家車啊，แล้ว依客家車查咗自己啊，什麼嘢？我聽過。啊，冰嘅衫什麼嘢？你佢啲本必必嘅，一頭搭一頭半嘅。哇！對，點解我不聽佢點解講你小人 episode 時邊咧學件事把講鬼本，有一單我不看佢即一聲本必必是自己一叫人過來可能啊。你就，我係唔是，一般唔是，我係跟啊搭客車แล้ว直本呢必必嘅咯。直搭啲。我只不過你一個是一直是想跟人過車，然後嗶叫你跟咧到啲叫落到五位叫你過車，就乜打過來可能。哦。哎呀，搞我不多有啊，我不笑啊。啷個後面咪叫講我三把咪叫咪講咯。Before come。幫下一擺，佢使做一個 show 哦，學日本老語嘅，我 feel 到一隻這物件。哦，我啦，佢使 hip 啊，成日出尺啊，講。我日本老語特別出自己出先嘅 podcast 啊，日本老語 podcast。Legend of 日本老語啊。你啱啱做交我上架咧，手叮當咧，我唔敢出現就死個慘咧嗬。冇啊，嗱，日本老語肯定佢度 edit 嘛。冇你夠講嘛，阿德嘛上，阿德我是阿德一個別點，我講聽攏佢邊咧學嘅 website 嗬，邊咧學嘅 website 正手柄會嗬，或者咧favorite podcast 啊，或 friendly sites 啊 ，favorite blogs 會，攏去看啦，這裡到底阿德個別點 podcast 啦，一部特別做時就我特別就是個聽佢講乜嘢，你知阿德乜即搞這裡打嘛？啊，等陣40集小人誒，小人是第40集，邊咧學嘅40集。是2006年嘅時9月16號出嚟，我記聽小人 episode。然後各位嘉賓是主要講就係內字幕咯，日本老語加陣本地咯，學識人整，學識人配暖。然後個有劍虎冇可能冇咩賺都冇可能人，都冇可能劍虎是咩劍虎講嘅故事是笨豬哩，แล้ว個阿玲是咩啊？阿玲朋友可能拍車咯，阿玲噴嘢，噴嘢對，แล้ว個即係紅卡吹咯，紅卡吹可能頭推搏起，即係驚死啦！紅卡吹呢個4字淡薄啊，แล้ว個日本老語，แล้ว個จำปุเต啦，劍虎啦，阿玲個紅卡吹今時都嚟參加做揾特別嘉賓啦嚇 ，sorry 啊，但係未記錄。我真係諗奶真未記錄，未記，但我可能直接冇錄啊，冇錄啊就攞成 pussy 哇，有啦，都教啊，我就鋪啊，免啦，請我隻嘢，我覺得佢傻咗啦，咁樣一人請我隻自己，我對本來是攞一人請我自己的搞啊，我不多有啊，當佢冇後面叫我未成我啦，當佢。OK 啊，感謝啊，各位聽眾啊，誒，別人個再見過啊，但係諗起參加我哋嘅節目誒，嗰陣時佢邊咧學見到講未看，但是我有 post 講其實要錄音嘅事，你使嚟聽現場嘅聽眾嚟聽，我成日大媽20幾傾咯，或是聽到咧火車落嚟冇落掉，大媽聽到就傻咯，冇落掉嘛。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誒，大家再見啦，各位聽，各位聽眾講再見，再見，拜拜。